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日本語福氣來》呢個節目。今日大家來講刺繡哦，刺繡大家想到係乜嘅？頭擺嘅手工啊、藝術啊，刺到嘅量啊、縫啊，整條當個有，上褲當個沒有。頭擺嘅衫咯，當條沒有刺繡。不過今日大家來講嘅刺繡係冇強嘅刺繡，大家來分享類似頭份嘅醬色梅國屬絨分享。嗨，大家好，我是 Yoko。大家今日吃饱嗎？歡迎 Yoko，Yoko 好可愛啊！請等一下，個 Yoko 係頭份人錯嗎？對，我是頭份人。不過現在住在台中。對，現在住在台中。我覺得 Yoko 真的很可愛。雖然講係頭份人，不過佢會彈客家話，不過還沒有很會練習說，對不對？對，就是比較少說，所以就是客家話只會聽，可是比較。不過你剛才的打招呼很棒。真的嗎？因為講，因為吼，客家人真係很愛容易看到大家打招呼的時間就會講，吃飽嗎？對對不對？就是一見面就吃飽沒？嘿，2點也問吃飽嗎？3點也問吃飽嗎？5點的時候呢？5點的時候有個新的哦，你洗澡了沒？你知道？是嗎？我不知道。哇，客家人係咪愛容易就是。5點係講6點係講唔係問講吃飽嘛，就會講睡什麼？好早。以前鄉下會這樣，好像是奶奶也是這麼早洗澡。對啊，洗澡了沒？對，我心想說真的很親切。我今日真嘅請佛義就得請到這個 Yoko 嚟到亞同大家嚟紹介。他現在其實有自己的品牌，周圍係賣嘅咧刺繡，所以你看現場好多你的作品，對不對？對。你今天是提了一個大行李箱，把作品都帶來。對，真的很大一個。真的哈，然後這個品牌也跟你名字有關。對 ，Yoko。一落一落。一落一落，對。家嘅6樣之前有問一下 ，Yoko 係你嘅名嘛？對，唔講係問過，為什麼有一落一落？對不對？堂公跟媽媽有關係嗎？對，因為就我媽小時候很愛聽鄧麗君的歌嘛，那我就想說我在創立這個品牌的時候，我可以就想突然靈機一動，想說那我來聽聽鄧麗君的歌，以前她喜歡聽的，然後就從一個歌裡面，就是人生百態裡面，然後去取了裡面的一段，就一個靈感，對對對，然後就把它取成那個品牌名字，對，然後就它的名字加一落一落，也就是說我們的作品其實也是各式各樣，各式各樣，對，然後。作品真的有輕到無窮款，等下厚厚的燒給他們。不過這樣子放眼望去，喜歡的東西真的很多。像我旁邊的這一幅，算是就是你自己刺繡的這個畫，對不對？用一個畫框把它框起來，這真的看起來好漂亮，好好看。因為你的配色好美，對，按鈕跟配色就同一般大家以前看到嘅刺繡嘅配色不一樣。以前顏色會，比如說它要很擬真。對，然後很像真正的樣子，黑某就會看鮮豔的顏色。我們說比較東方的刺繡是這樣。不過你這個就是好像很莫蘭迪的顏色，看有輕熟送那種感覺，比較清晰一點的感覺。對，如果你以前是學，我以前是讀藝術與設計的，然後工作後來有碰平面設計相關的。哈哈，對。現在是專職做刺繡這樣。對，目前是在做專職。為什麼會轉變那麼大？就轉變這麼大，也算是一個契機吧。因為太愛就是刺繡了，那後來就是才因緣機會就創了這個品牌。對，因為6樣之前同佢大嘴姑啊，講他嘅便利商店也有賣那個 DIY 包。他說真的嗎？我說對啊，他就是一個刺繡包很便宜。然後我說刺什麼？我說大同電鍋。對，給你圖片，然後就從他會給你個大同電鍋的圖片，然後你就照着它刺，但不是這麼的細膩。對。然後以前通俗嘅時節，可以看電視嘅用錢朋友唔滴滴，可以通各種嘅時節有冇？給你一個刺繡包，也是可以刺很多的圖案，這樣對。你覺得你從平面轉到刺繡，對你來說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什麼？任何一方面，技術方面也好，身心靈方面都可以。最大的不同，我覺得其實平面跟繪畫，它其實是一樣，是需要設計圖面的。對，然後它設計出來，其實，繪畫跟刺繡，它所用的媒介不同而已。對，像繪畫，它可能就用顏料啊，或者是畫筆啊，但是刺繡的話，就是用繡線去當顏料，然後就是借由繡線在呈現不同的畫面而已。對。可是我看很多人刺繡，他要先畫底圖，對。那這個也要。
对，我其实基本上我都是自己先画底图，所以我觉得它跟绘画的不同之处，其实就只是差在媒介而已。因为它其实一样都是需要设计出来的图案。那你在画底图的时候要先上颜色，对吗？不一定，有时候没办法想象出那个颜色的时候，我会先画。那有时候我会比较随意的，就是用现场的直觉去调色，然后就是直接绣这样子。一般来说，泰嘎料给刺绣，我们就会讲到像东方刺绣。不过其实你现在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泰嘎做一共黑卡油，我们可以说是用法国刺绣来称呼，对不对？对，可以用法国刺绣。因为我们很少听到说哦，这是法国刺绣，我们就讲说刺绣，可事实上它跟传统刺绣是很不一样的。对，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刺龙、刺凤，我觉得它是比较属于比较隆重的感觉，因为像宗教方面那种。但是我觉得真正传统中式跟法国刺绣，它们不同的两个感觉是美学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像中式，你可能以前我们以花卉来讲好了，中式可能像你刚刚说的颜色比较单调啊，然后比较平整，然后可能会比较娟秀的感觉。但是法国刺绣，我觉得它有时候可以比较灵活运用，活泼一点，还有立体方面也比较可以去玩这样子。比较立体吗？对，颜色上的话也比较缤纷。对，我觉得差在这边，我自己认为啦。我一直认为东方刺绣的颜色都很鲜艳，也很鲜艳，但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会，应该是说感觉啦，因为我看到的花卉有些就是也会比较，你说的鲜艳，我知道单调的那种感觉，就是它颜色是鲜艳没错，但是它可能用的颜色就没有这么多啊，或是什么的组成花。倒是真的啦，对，一般会讲，比如讲你看看东方密西的刺绣，可能就不会用很奇怪的橘色羽毛，就不会有暗涌给颜色，所以你做着做着就成立品牌了。对，就是莫名其妙就成立品牌，因为当时就是因为太爱刺了，然后我朋友就说，哎，那你干嘛不干脆就创个品牌？那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的东西就创立品牌，就自己摸索到现在。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厉害哎，呀，有想你真给轻腔哎，就是没有啦，对，就是可能自己玩就玩出来。对，OK， 所以亚哈给品牌就是自己可以在网络上购买。对，在 Pinko 上面也有通路这样。哇哦，好棒哦！那我可以问一下吗？生意好吗？还好，因为这个很花时间。对不对？对，花时间之外，然后因为我在网络上贩卖的比较像是送礼的，所以它其实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价位也比较高一点点。OK， 对。譬如什么作品？送花，例如通常人家会想要送给家人生日啊，或者是情侣，他们可能会情侣的画啊，或者是家人的画，或者是婚礼的画，对他们就会请我刺这个送人这样子。OK， 所以你就会那他们会给你照片，所以客制化。对。OK， 你会针对那个客制化，然后就刺一个他们的样子。哇，好棒哦！就是送礼很适合。是，其实一定是要贵的啦，因为用一共，你看哦，它真的是手工帮你刺，像。盖哈泰嘎有看到毛有狗狗的图案，那个狗狗就是那个主人真正的狗狗的照片，对不对？对。然后你帮它刺在帽子上面，也算是客制化的一个作品。对。哇，太棒了哈！你看为什么会贵？也就是因为底黑针对你给客制化，等于是就这么一个，然后它手工帮你刺。对。哇，真的很浪漫呢。所以这对我们来说算不算是手工刺绣的魅力？我觉得它算是手工刺绣的魅力，是因为有时候你在刺的时候，它真的就是把那个时间锁在那个真空的那个时间里面。然后你在做一个你很喜欢的作品的时候，有时候会很不知不觉的就刺了2个小时。就是我知道，就是现在1点一抬头啊，怎么已经4点了？对，会吓一跳那种感觉。对，所以魅力在于有时候你会感受到。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那种感觉，但是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是疗愈的，
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怎么可能会是疗愈？没有，我问过很多喜欢刺绣的朋友，他们都觉得很疗愈。对，然后比如说有时候你在等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等待就等待嘛，你可以滑手机，可是你等待那个时间，你也可以刺绣。为什么？就像你刚刚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真空的状态里，当你没有办法停止自己脑中的思考的时候，那个思绪很杂乱的时候，黑公你真的有轻转型，连刺绣给世界，你就会吃到你没有办法想别的事情。对，你就是很认真知道这样刺按钮，对，然后你反而那段时间可以很干净。对，真的，对你就是整个思维是干净的哈。还有动作改股的时候，大家在聊哈，你等下怎么讲？因为大家的分享插手两件事情吼，啊，知道亚哈现代人说真的很少真的在做按钮给手工艺品。对，以前偷数给史杰欣赏还会说你要手工艺品，不是我念国中给史杰还有做给刺绣的课程，你们没有对不对？我们都做木工。你如果有的话，你那时候应该是班上第一名我觉得。没有，可是我以前国中那个同学缝娃娃，就是大头狗狗，我都不想缝，我都会丢给别人缝。那你最喜欢做什么？那时候我反而觉得那个木工很好玩，对。OK， 不过亚哈有听到个生意，黑讲你上岸用给口场有没有？那个熊缝那个熊宝宝，最后都是妈妈在缝。对。但我妈都没缝，我的一看起来就我自己缝，因为耳朵一大一小，然后黑毛就会头歪歪的。不过想想也其实是疗愈的过程。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那些课程对孩子们跟学生是重要的，因为那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觉得也是在那个课业压力很大的时候，一个不用强怂给抠场。为什么要这样讲？回来刺绣也是，你看亚哈给你其实神翻是非常的快速的，然后急急应应，你别走马改。那你就会急营的春前压后，勾神在压后，唔够青豆给你，唔记得不用强手，唔够哪些刺绣，就是现在一种疗愈的一种方式，不过更多呀，其实你先从真灵该带青豆给东西，你前面放的是剪刀跟工具是吗？对，这个是就是刺绣基本上会用到的工具。那我就是像绣框的话，它其实有分很多尺寸，那也是依照你的不同的图的大小去选择你适合的绣框。对，那布只是简单的给大家看，其实布它没有分一定要绣在什么布上，其实基本上都可以。那这个笔呢，就是一般书店都买得到的叉叉笔，它就是描那些稿图之后，我知道叉叉笔，我有很多支。对，这个其实你可以刺绣的入门款，它就是可以画完稿之后，你结束了之后，你用吹风机把它吹，那个稿就不见了。对，其实很方便。对，那还有气消笔，气消笔是它可能过了没多久，它就会自己线条就会消失了。对，也是很方便的。那真的呢，大小它其实有分不同的就是粗度跟那个洞有不同的大小，它可以装不同的线的股数，就是不同条线。对。那像我们这种不会画画是可以刺绣吗？当然可以啊，也可以刺。就是我要刺成什么？我要怎么办？我又不会画，所以你们会有你知道我问题吗？我知道你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要刺一个大同电锅啊。你就某大同电锅来，糟糕啊！你某天某给土来用一次。但是我觉得就像网络很方便啊，你就在网上把大头电锅印出来之后，就是用这些工具，你就可以转印到布上了。对，懂。哇，压力好大哦！突然本来觉得很疗愈，现在有一点难这样。好，你看到泰嘎现场有青豆跟某 Q 给作品哈，前面后面有一个是藤椅。对不对？那个很好看呢。是。对，不过它是有一个故事，对吗？对，故事还蛮感人的，他自己说。对，这个藤椅，你知道这个藤椅就会以前给他嘎总有那种竹子藤编，然后以前的露营嘎就会坐在这种藤椅上面。对，以前我们家也会有，但是现在想起来会觉得。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压，他就会吃到个好复古。现在家里都就买不到这种藤椅。对，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这种藤椅。对，这个藤椅的故事呢，它就是，因为大家像主持人刚刚也有说，你有看过这个
椅子嘛。那这个椅子呢，我觉得就是以前我回老家三合院的时候，经过那个长廊的时候，然后要去找我奶奶，然后会经过窗户嘛，就会看我奶奶都坐在这个藤椅上面。那经过时间久了，我每次去找她离开的时候，她都是坐在那个椅子上的。然后因为现在她离开了嘛，那个椅子对我来说就是我奶奶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印象。那我会觉得说，很多东西它虽然都是一样的，可是每个人投射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才会产生这幅作品。对，那椅子还在吗？椅子还在。但是就是你经过还是会一直看到，会想到他永远坐在那边的画面。我觉得这个总哈给弄影嘎真的很爱用影就是他们会有自己固定的那个椅子，或是固定乘凉的位置，或是固定乘凉的方式。对，所以他们跟那个东西的连接很深，就是你好像觉得那就是他的东西，他 always 都会坐在那边这样的感觉，那个很好看。对，然后现在感觉也是一个老件。对，它是一个老件。对，我也相信应该大家很常都看到这个椅子。对。那你刚好提到就是说Apple 抽叠 Gay 片跟时节，就是在铁窗花前面，你有一幅作品也是这个铁花窗，对不对？老家的铁花窗。对，它也是就是老家的三合院的铁花窗。那因为铁花窗就是时间过久了，它一定会生锈嘛。对。那这幅作品我就是当时会觉得说生锈的东西，但是他有把当时的一些美好都锁在那个状态下。那这个东西我会加了一点绿意盎然的叶子，让它形成比较强烈的对比，然后再加上可能麻雀这样很像过客一样来，就是会蜻蜓点水这样，然后这整幅画面会让人家觉得虽然东西它会生锈，可是它一样是把美好就是锁在一个地方。那整个画面呈现出来就是会有一点耐人寻味的感觉。对，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其实它很细心哈。那个铁窗花跟松柏有三只细细的麻雀，充满哈那种感觉，就是那个生命的感觉就不一样。的确，叠总花跟时节，说实在，现在叠腿北怎么家里的窗就不一定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样子，对不对？好，你看这也是以前你对，感觉上都是你对家的一种记忆，对不对？老家，但唔讲哦，其实有意思哈，因为你讲伫迄条分，你唔讲亚迄伫台中哈，所以有一个火焰山是吗？对吗？对，这也是自己刺的，对，用手刺。这个好漂亮，这也是有故事的，对吗？对，这个是因为像我现在住在台中，然后因为台中跟苗栗就是一个往返的概念嘛。那如果搭火车，我就常常经过的时候会看到火焰山。那火焰山在这个地方会让我觉得说我经过家里了，我要离开家了，然后我回来了，这种感觉就是家乡跟异地往返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把我每次看到的火焰山，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太美了，所以我就把它秀出来。对，可是我看到火焰山没有那么多绿的，你把有你把它变漂亮，因为黑公矮有视察的景高给片给时间给，看到给火焰山都会光秃秃给。我觉得你给它比较有生命哎，对，而且你还给它有不同颜色的点缀，有没有？大概有看到这种胸片就黑，对不对？对，它就是其实它很美，我觉得很美。我是让它不要那么单一啦，就是让它颜色多一点点，然后再点缀一个日落这样子。对，我觉得那个日落真的有画龙点睛的感觉。对，就是好像有个红红。不过泰卡就底吼，觉得泰卡有发现梦，看读盖派给老的椅子，然后火焰山，还有给铁花窗。最重要的事情是，它都是一个时间，它在这个表上面，对不对？对。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技法，就它是立体的，是吗？它有特殊的技术跟技法在里面。对，它是大概4、5种的技法在那个火焰山这上面，然后像比较平，像太阳，它可能就是比较断面，就是比较断面绣。那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回针在这个山上面，还有轮廓绣。轮廓绣的话是比较用在描绘山形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像你看到绿色的那种一颗一颗的，它是用法国杰利绣去绣的。对。
OK，所以其实在一个图上面，你会感觉到它很立体，然后对，如果你去摸它，给触感也无强用，不过你跟它解释给结构就会给无强给技法给片。你刚刚说到了什么回针？轮廓绣，对，然后法国节力绣，冲毛哈，就某 Q 用，就技法嘛。我觉得唔系嘛个较厉害，嘛个较强。其实讲到法国刺绣，还有讲东方的刺绣，其实技法不一样，都各有各的艺术与难度。对，不过那个就比较不一样，它就会是比较平整、比较平面。对。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看个人的喜欢。那这种感觉是，你就觉得好像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在你的前面。然后我们刚刚说过，你把它都放在时钟上面，所以它是真的可以动嘛？对。对，它是可以动。嘎松天池沟黑，它就是家里的一个时钟。对，就是，但是比较属于装饰性，因为它毕竟没有刻度。但是像铁花窗，它上面就是有故意加一个很浅的白色的那种小球，就法国节力绣在上面当刻度这样子。对啊，所以你就会知道它大概几点。对，其实说真的啦，啊有，就是边边有，大家有看到吗？大概，就是白白的，一点一点围住它这样子，这个很有趣哎。就是好像有稍微点缀的效果。不管用哎，就会抵，反正大约就3点多，4点多，8点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准，不用那么计较，跟着刺绣一起慢下来，跟着刺绣一起慢下，反正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东西哎。作品还好多，其实我有好喜欢的作品在里面。我们等一下还有青董给故事哦，同泰尔 OK， 比如像中间那个一蓝一圈一圈的耳环，我就很有兴趣哈。还有嘛，给好先聊哈，你等一下怎么讲？今日大家来小解活动，等一下你讲插手吼。上台节目有讲到某强解作品，那两段节目大家来讲，中间那个泥碗去轻点一下，有没有好可爱哟？有没有这个不同的图案？那全部都是你自己，不管是想象的也好，自己设计的，对吗？对。哇，哎，你这个网络上有卖吗？有，这个网络上也有卖。啊，你这个在网络上卖有没有很受欢迎？我觉得还好哎，反而在市集比较受欢迎。对，什么东西？市集哦，摆市集的时候反而比较受欢迎。哦，你的意思是说会去摆摊？对。那 OK， 你去摆摊给市集，就是按有带出去啊，就真的很多人买这样。因为他们会比较喜欢现场去看，就是照镜子，然后所以这种东西会在现场会比较好卖。可是，在网络上他们看照片比较不会想要去买这个。对，有可能。对，我也是因为看到现场有按用给东西啊，就是都讲哇。好想戴哦，就会难怪去摆摊的时候就会想要买这样子。OK， 要喺某 K OK 作品哦，不过有一个轻贴片同大家的分享，我觉得你根本有贴片带了，就是那个旁边是不是有一个蓝色的黑猫咪冲毛？对，那个是有故事的，对吗？对，你要跟大家分享，对吧？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是当时就是我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他的猫咪就是过世了嘛，那后来他就是请我刺那个，他的猫的背影，然后对，它其实是一个玉手，然后它正反面其实正面是我朋友他自己设计的，这个反面是我帮他设计的，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合作帮他做好这个玉手。那它这里面呢放的是猫咪的它的骨灰这样子。所以你给我带了就会真顶哎哦。对，那不是应该要在他那边吗？因为他上次。放在我这之后，我忘记还他，就一起带来。对，不好意思。等一下，你看一下正面，正面是这样。OK， 故说要正面就会给七嘎塞给，对他自己设计的。那这是他猫咪的脸吗？对，他猫咪的脸，只是他把它弄成比较有点日本味。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一起。
就是一起创作。我懂，那背后那几个字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想，他要是什么御守，然后因为他想要他猫咪有点陪伴他的那种概念，对，所以后来就写守护御守，守护御守这样，然后那就是猫咪的背影，对，它猫咪那是刺绣的对吧？这是刺绣的，那时候就把它猫咪望着窗外的那个画面，有点概念是它有点去了比较远的地方。对，但还是望着守护着它。哎，我觉得你这个也可以在网络上卖哎。你说这个？我不是说卖它本人，我知道，御守就对了。对啊，我觉得你也可以卖御守哎。对，后来就是这也是后来自己就是手缝，然后自己网络上学打结，然后稍微把它弄出来的这样。哇，这个故事很感人。对，因为你也有在上课，对不对？你教学，听说你在上课过程当中也有遇到很有趣的小朋友是吗？哦，对，因为之前就是有教过一个国小朋友，因为通常男生会比较坐不住，但是那个小男生很厉害，他就一来就非常有天分，然后他自己就会想象好他要画什么缝什么这样子，你根本就不用给他一个，就例如说我今天只要丢一个主题，他就立马想好他要画是什么了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是会说，他这个小朋友怎么都跟别人不一样，他会觉得好像小男生应该就要去踢球啊，或是什么的。他说：“老师，为什么我的我的小孩为什么都会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后来他觉得他应该要放手，让他小朋友就是自由的去。我就说，我觉得这样很棒，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小朋友他有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他有兴趣的话，我就尽量让他发挥。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台湾之光，也不一定。对，真的好有趣哈，因为。我要喺 T 拜看到就会谁来你吸收刺绣给口场啊，你看真的很有趣哦。我们讲来到复习来哈，我们就会有一个单元叫有话快快说。这个你题目不知道哈，他们有偷偷告诉你。没有，好紧张。不是我黑个问你，但问题中的胸贴丢，就是很直觉的、很直观的就回答。有时候我们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但题目就不会轻难。好，所以不是跟你讲哈，来了摸你提一提哈。如果黑共周 day 选择另外一个职业，就除了刺绣，你会选什么？现在？我会选陈列吧。什么意思？陈列设计就是摆放这样子。哦，对，可是还是会跟设计有关。哦，对 ，OK， 好哟。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有接青头客制化的图案的作品嘛，对吧？你目前觉得你遇过最难、轻难给客制化给图案黑马改？我觉得最难通常都是动物动物的毛，它其实是要非常细致的。是，对，最难我觉得是在刺毛发的那时候。我有感觉，因为像刚才你分享那个猫咪的那个御守，对，我看它背面那个，我就发现那个就很不容易。它就是很细，对，就是你要去刺那个颜色，然后渐层，然后一根一根，然后最好能够有给立体感，所以会非常不一样。或者是像狗狗。对不对？狗狗你要好像真的有毛，然后让它做出那个毛的感觉，这样子。对，这是最难的哈。所以反而是动物因为有毛发，从毛哈。好哟，刺，这题目是，等一下，他说刺过最丑的图案是什么？等一下，第一个是他觉得那个图案很丑。第二是因为他刺失败很丑，你要他讲哪一个？你自己选择。我觉得好难回答。不行，你要回答，给你5秒钟。说最丑的吗？5、4，好难哦！我总不能说是你可以说啊，反正你说的那个人又不一定会看我们电视。我觉得那个房子还蛮丑的，房子为什么？可能它本身建筑就不是很好看啦。对不？我是黄色的那个苗栗青壮金就是得罪人了。你以为你讲很小声就不会？因为你有带麦克风，你有带麦克风。你说是这个吗？这个吗？对对，好啦，很可爱啦，我觉得还蛮可爱。对，好啦，其实我跟你说，他觉得不好看是因为他刺不好啦，对不对？对，他本身很好。怎么办？太晚了 ，too late， 讲出来。而且他刚才还用气，我想说你带麦克风用气，其实真的很可爱的。OK， 好哟。
你真的很可爱耶，你可以不要讲啊，你可以太老实了。好的，刺绣的时间那么长，会不会有职业病？比如像有时候我们一直用电脑，会有晚睡到症啊，或什么，会有什么职业病吗？不一定身体就会耶，因为其实真的刺久了，手腕会很酸痛，然后手指其实会长湿疹。哦。对，真的、哦，对，就是也会长茧啊，会长湿疹这样。哇，长茧，然后眼睛也会有飞蚊症。啊，真的，因为要很，那老花眼可以学刺绣吗？其实可以耶，只是它的图可能我今天发现老花眼不能刺绣。可以啦，可以。糟糕，好悲伤的故事，要戴眼镜，老花眼啊，好，因为你要很认真这样看，好，呆木匠就走对了，好，最后一题，哈。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最荒谬的摆摊经验？最荒谬的有过一次，就是有一次摆摊经验是，那当天就是下超级大雨，然后下到就是大家的那个下面就像河水在流这样子，然后流到后面，因为也有好心的人借我那个塑胶布盖我的作品，就算了。然后大家最后像河流一样，大家就越来越聚集，根本没有人要卖东西，大家就人贴人这样子在市集，就看着那个雨一直下，这样子很夸张。你们没有要离开吗？就因为时间还没到，然后又下很大也离不开这样子。哦 ，OK， 这个真的是那时候你有拍照吧？我没有拍雨水，可是当下我也是有录一些现实动态，对，很夸张。OK， 好，其实时间过得轻加，好，时间都追尾哈，这1-2分钟，我跟大家讲一下，黑讲你对插绣有兴趣，其实你没有安用改材料包，对吗？这是你卖的材料包，对。OK， 好，所以大家基于安用改材料包，对不对？有所有改供体都有对不对？像来镜啊、线啊，还有就是擦笔，而且还有填漆。为什么有填漆呢？因为它的材料包有包括这个，对不对？对，所以基本又在安用改 Q 呢，哈，对，安用改 Q 呢，然后给大家走西重，就它是可以弄成一个时钟的，对，然后就可以让 Yoko 恐龙走出一家。例如说，你如果想吃火焰山的话，你是可以挑战的。黑猫，你是讲有嘛？改其他动手哦，改图哦，你要走在练习看看，对不对？好，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是讲你走在本意的性调情下来，然后总几个上爱改东西，还有是讲你。上会卖几个产品，其实名如啦有啦，吼，还几家上市袂去到，冇去用个地方去摆摊啦，就得看到几个作品，其作品非常个多，冇容易都少改哈。比如讲像你看皮包，咪系几个作品，然后旁边也有一个小小的、很可爱的、比较小型的，都是Yoko 改作品哈。所以各位非常感谢 Yoko 来到聊天，让大家都会分享你的作品哈。那下次有新的作品再来跟我们分享。好哦，感谢。嘿，你好咧，所以家乡亲朋友听你咧做认同了。好看福喜类咧节目，家乡亲朋友我记得去到你个免数咧听站哦，还有听热客家电视个 YouTube 频道，也记得老两个影片分享出去哦。